三天就是理天、气天、上天。那理天呢有脑部之言叫做意志，气天落地之言叫做玉指，那上天皇帝的灵呢叫做圣旨。咱知影讲圣旨伫咱人世间上大就是迄个皇帝的灵嘛，所以圣旨若一个颁发落呢，大家拢爱遵守啊。所以你看，迄个皇帝的灵就遐尔有势力啦。无讲咱今仔是天命，上帝的灵当然伊讲天命贵比帝王多啊。上帝的灵当然比帝王的圣旨搁较尊贵啊。即期呢，咱济公老师咧